准备演出了，出发！马腾飞刘北，新婚快乐，祝福你们！不远千里来唱评弹，看看今天这对新人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这场演出是这个新娘联系我的，也是回门宴，这是连续唱的第2场回门宴了。大家有知道回门宴和一般的婚宴有什么区别吗？知道的朋友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非常荣幸，今天和新郎新娘坐在主桌。能听到吗？因为我觉得今天音响不太好。然后为什么今天请到2位苏州评弹的老师呢？是因为我和爸爸妈妈上一次3个人一起去旅行，就是去的苏州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这是在我成年了很多年之后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之前，和父母一家3口的非常珍贵的旅行啊。然后呢，在旅行的过程中，又发现我妈妈对苏州的评弹艺术非常喜欢。然后今天的评弹表演其实也是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啊。好，非常非常的有心。今天真的非常的可惜，这个话筒啊非常的不好，没有办法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大家。晚上新娘新郎住这一间，我和镜子就在旁边。演出结束啦。